各位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咱来读这个龙头刷，龙头刷这个小说，我感觉真精彩。我那嘛算迄个啥，是不了侪人真拍拼。当然有一寡人真不幸，或者是就拢去互遐个中国国民党遐个中国人杀死了。要毋过东方白先生，伊是1930后，伊嘛去到海外，所以尾啊，伊敢若伫咧1979还是1980年代，找着听着看着，我袂确定啦。日文版、英文版嘛，佮其他的语文版本，所以未来有人讲，未来这完全避免台湾漫游录这个小说，要来知捌台湾，毋是袂使，只是可能会起一格尔。所以龙头刷这个小说的其中一个材料啦，所以我感觉听过来懵读，所以我想看嘛，有啥物料，所以我咧寡信息的连接吧，找错也是。大概嘛会使找到遮，半开玩笑讲法就是，甲安尼现主是你所听到的声音当做背景声，伫做事的时阵，伫听垃圾哦，因为中文和台文伊就是有争差嘛，我就讲种无共语言之间会互相翻译还是对照。而龙德所即个小说是有3部曲，龙海波龙迄个龙字，头部曲已经读完了，正是已经进到。第2部曲德，当然头前遐种遐字词啊，较早无读较真，读做台文安尼。这用另外一个小可悲哀的角度来讲，就是明明这是台湾人的该用中文写，然后现主是我个读做台文，这已经经过2届无共的翻译的时阵，翻译着一寡会走进去。只是好加在就是讲，翻译对我来讲是甲中文字。读做台语，这个真差就是罔参考啦。我伫读的时阵，总是会拄着无答案。一般来讲，就是拢会讲无可奈何啦。只是我个人嘛是正式学台语文了，才听到讲有人会讲无答案，因为有当阵啊，若准讲无迄个字音的概念，毋捌。字的时阵，准讲有听过无答案，嘛无度伫读册内底留下印象，所以我嘛是正式学台语文了，才无答案是安尼写的哦。毋过，所以变成讲，我个人咧怀疑讲，凡是无答案这3个字音，伊根本就毋是汉语，毋是台语原底有的字词啊。伊有可能是原住民语也是啥？因为台语这个语言自15世纪，荷兰人来进前就伫福罗摩沙才使用啊，所以有可能掺合足侪其他的语言啊，日本人嘛来，荷兰人，搁东南亚遐的什么印尼、马来西亚，甚至原底福罗摩沙才就本地人嘛，所以汉语的语序我感觉算拄好尔。这是过去这7-80年以来，拢叫中国国民党遐的假中国人，台语就是汉语发展来，就是。闽南语就是三下，要毋过我感觉这个物件有足大的讨论空间啦。我也毋是专家学者，我也无材料讲，我讲的绝对是正确，无可能的嘛。只是讲大家互相参考、互相学习安尼尔。所以无答案这个词，无答案什么堪米罗啥有诶无诶，所以台语人伫咧讲话时阵，本正就会牵足做迄种海音还是外音安尼。好，我来继续读这个《龙刀》所3部曲，第2部《德》的第5章已经到第8集啦，猛听。伫整个征服台湾的过程当中，上互日本雕野戆影和悲伤的，无比甲这个北北川宫灵柩亲王的定前死亡，更较互人悲伤的啦。也因为安尼。伫咧东京欢迎开船军队的整个隆重的仪式，拢带着哀伤悲痛的气氛。尾日本顶下也搁伫咧无形当中，甲亲王当作平定台湾的生命来崇拜。伊敢若有入迄个，讲啥？建国新社，我袂记啥。北北川
北北川宫人久清王这个人嘛，真正，伊敢是尾啊，反正就是伊的，嘛伊的兄弟还是想就是做天龙嘛，爱是一个青龙嘛，反正迄个时阵伊的死亡的原因有足侪种讲法的，就对了。所以台湾这个土地，福尔摩沙这个土地，毋是凊彩人听个凊彩来啊。那安尼，日本的议会还佫伫咧征服台湾的第5年，通过议会讲，要伫咧看到台北平原的圆山山顶建立台湾新社，用来祭拜这位青龙，奉伊正做镇台的守护神，而且决定伫咧新社的山骹归人河起伫咧桥的正南边开破一条三线道，或者中正通，来表示北北川宫面头前这个大通道的意思。为着要起造完全日本式的台湾新社，除了按日本派新道会商来破倒电机哦，连写作这条代志是一个算较正式，还是较爱注意，还是安怎我袂记得。所以，东方白先生伫写的时阵，就是有足考虑就对啦。所以我就讲，当然，目前语言的发展就是有原本一直的趋势。小说的部分，水翻了落去，好加降掉一款。我要讲的是，伊的用字就是可能真文雅、真书面语安尼。因过我感觉台语的部分，可能台语无共的角度吧。我水翻，因为伊是咧讲电机拍基础，而且主持发挥，另外派日本的建筑师和木匠来台湾起造。新社木材当然是就地取牛，那高大鸟居大张还是？因为目前伫圆山新社当然是已经消失了啦。因为写出来汉字就是鸟居嘛，当然居有人读做居嘛，居民这种的。我说你翻来无去，真正搞无去呢，还是我放掉啊？好啦，我可能暂时先跳过啦吼，因为我要查呢。所以这个真大的鸟居，就一定要用阿里山的神木用阿里山的ヒノキ啊。因为日本来的木匠师、木匠师无多，而且人手无够，日本官方就用东京、征求台北万甲一带的木匠来协助起造。新车敢若是精工雕琢的木造米，精工细作，当然是手路还是手工真有嘛。所以当然我就讲嘛，遮的所有汉字每一字拢会使有，所以有当阵可能就是爱用一个较口语化的方式来概念，还是安怎？当然语词语法，中文华语有伊中文华语的语词语法，台语台文有伊台语文的语词语法，一寡当然是相像嘛，可能可要讲，人讲超过一半，就是语词语法是共款的，要毋过迄个意思是啥？就是有一寡无共款的啊，遐无共款的到底敢会使真做？伊会使考入去的，一直到当还是袂少人就是甲台语讲是因汉语的一个部分安尼。反倒头来讲，以我角度来看，迄是中文华语正做台语的一部分，这毋是讲台语是伊的一部分啊。所以迄若要用数学或者是logic 理哲学哟，还是逻辑学？逻辑就是 logic 的翻译嘛。画图嘛，就是两个圆箍啊，有一寡定态的所在啊，绝对无迄个汉语、中文华语有材料甲台语拢甲箍咧内底，还是无可能的代志嘛。你讲台语要甲所有中文华语箍咧内底嘛，无可能嘛。所以两个是互相包含了。
就讲有一寡动态部分嘛，有一寡就是台语有华语完全无的啊，或者是华语有台语完全无的嘛，这拢免大下咧好笑的，讲啊，我就是较大，我会甲你包括在来，无可能的代志。要毋过有一寡人去用城怪骗去的，要安尼认定我无会发。好，手艺高明的木匠师当然就更较欠缺，也因此日本政府就派实施地方民情的警察四过去找看，嘛有本地木匠师，就更较免讲啊。为着要配合即个台湾新社的起造，也为着近来，亲像马拉利亚、白喉、白喉，我会记迄个白喉病，真无好查。因为在迄个日本时代，就是尤其啥，1896年开始，现主是即个时间点，大概是1910年代左右啊吧。敢若讲白喉，我印象中较麻烦，还是较。或者对日本人来讲，或者风土病就是什么霍乱，还是啥？啊，遐个物件，我印象中最细汉听阮老爸咧讲，就是可能马拉利亚，还是什么，因为迄就是一寡或者啥，因为环境卫生的条件低高的传染病啦。啊，所以其实日本人伫咧1895年摕到台湾，按二帝定律，一直到拍到台南迄搭遐，总算讲。台湾西半部拢互日本掌控的这段期间，战死的800几个，也毋过因为去互妄定，也是风土不和，食歹腹肚啥有诶无诶，全破病死的，不管安怎病死，我著讲嘛，妄定啥一大堆有诶，2500几个，所以战死800，破病死2500，表示讲台湾即个环境，清帝国时嘛早就知影，什物瘴疠之气啦，吼啥，所以这。日本人等于嘛是相当的代价，才甲台湾西半部平定嘛。啊，毋过西半部平定，这往那嘛是原底清帝国管得着的所在啊。过土牛沟以东，也是规个按，比如讲石牌遐嘛有一个，或者啥，番界吼。因为石牌捷运站，伊遐着一支迄个石条，啊，当然迄个用线过啊，不管反正就是一支。或者土牛甲伊盖起迄个嘛，安尼画一条红线。西半部才是清帝国管得着的所在嘛，啊东半部就是清帝国管袂着嘛，所以一直爱到1920年代，日本才真正用武力征服全台湾嘛。所以其实会使安尼讲，1895年以后，台湾 Formosa 就含中国含支那就完全坎坷那伊啊，所以一直到呾。踮咧靠北讲什么台湾是因中国自古以来不可分割一部分，是根本是讲好笑话嘛。所以这台湾人对台湾人过去的历史无讲理解了解，迄原来嘛是过去这70-80年以来，中国国民党遐假中国人伫咧糟蹋台湾人地搞，所以我感觉是咱家己爱去找一寡，你会使找到的资料来看啦。当然，这物件也无甲绝对100%正确嘛。啊，毋过你敢要因为无法度找到100%正确，结果你怎继续坚持100%错误？安尼敢对？无应该吧？好，所以反正就是，出所就发通知叫台北邦甲一带所有的居民做一届完全无前例的清洁大扫除，规定伫咧收到通知的10天以内，家户户拢会甲处理的粪扫、废弃物清除了，佮将桌啊、椅啊、面霜棒洗互清气。限时也一到，警察就家户户来检查，若检查无通过，轻的就敢若罚钱，啊若重就甲你拘留。伫咧检查的进前一天，周福生含谢丁一透早就起来摒扫，店面窗啊就洗甲清清气气。这一天，日本警察按下早8点开始，就4过去搜查，逐间去敲找。这个时阵已经要9点，周福生当坐伫咧店门口等待警察来检查。忽然间看到摩道利啊走过来，就讲：福哥，剃头光因兜代志毋好啊！你紧来，啊是啥物代志啦？你来就知影。周福生一下听就随摩道利剃头光因兜撞去，剃头光咧向人租一厅一房，就伫咧周福生的木器行后壁，行入去一条细条巷啊，各按2个月就到。就还未到厝，周福生就看到。玉池孙子照咧，抬一支刀，伫咧举一支木棍，
伫咧背，当咧对剃头光翁仔某用一句大发雷霆，对，大发雷霆，气喘喘你咧讲就对啊。原来是光嫂啊，已经有心要顺月啊，因为以早捌老体骨力解，去问过道士，才知影讲去顶动着胎神，所以即摆有心就向道士摕一大堆镇皮符、镇煞符等等遮，转来搭甲规厝间，又搁照道士的吩咐，袂当山顶动处理任何所在的眠床家具，避免去惊动胎神，全搁老体。因为就准讲收到，就因为安尼，就准讲收到大扫除的通知，一直到即天，阁毋敢摒扫厝内，阁也因为毋知捌日子，阁毋知要安怎向局池孙祖来解说，只好就徛伫咧局池孙祖的面头前，双手垂落，点点啊听，煞阁听无局池孙祖伫咧骂啥物货，敢若看到伊用木棍倒啊卡卡咧，伊啊卡卡咧。喙里继续咧骂讲，去倒哪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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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啥物货？去倒哪伊？无来哦，我毋知影吼。周好生看到嘛，敢若知捌3、4分，翁某的苦衷也毋知影头尾，就用福州话咧问讲：剃头光诶，啊你敢知影今仔日着爱摒扫检查，你哪会无爱教？剃头光诶。啊！你着知影今仔日着爱要检查摒扫的结果，你若无爱甲处理咧啊？你为什么不把房子清清扫扫？我就讲这，伊应该是想要用，伊讲用福州话嘛。啊，当然我毋知影福州话这边安怎讲啊。总是伊就甲伊写了敢若无成中文华语的迄种句型句法嘛吼。袂当摒扫啦，惊去动着胎神。剃头光讲，光嫂已经老体骨力解，头前骨力解拢也毋知影去惊动胎神。即摆毋但厝里连一粒沙都毋敢扫顶动，而且四过大夫啊，就为着这啦。毋是阮无爱拼，是囡仔要紧啊。但是话就讲袂通，毋知要安怎甲伊讲啊。局池孙祖就气喘喘来去去，局池孙祖就气喘喘行转来，甲剃头光的手勒咧，举手表互伊看。迄阵时阵，手表只是9点，然后局池孙祖又搁木棍夹咧四界花，做出爱扫除的姿势，互剃头光看，而且用砖头啊举印，搁举迄个分针，伫咧表面射一个，举伫咧10点位置讲，然后讲我卡路加，就讲意思要甲伊表达讲，即马9点，我你1点钟的时间。有知无？毋过就是毋知影，伊伫讲我卡路加，剃头光毋知是咧讲啥，周好生就甲伊解说，局池孙祖限伊1点钟以来甲厝摒扫好，伊10点要搁转来检查，剃头光一个听目头夹起来，煞看到局池孙祖就咧紧逼伊讲，我卡路加，到底听无？就是听无嘛吼。剃头光咧无才调，只好就学日本话，腰点头讲，我卡路。伊也知迄个卡是疑问词，卡莫讲就变肯定词就对啊。我卡路加，可能是安尼。局池孙祖走了后，剃头光的即声就烦恼啊！到底是要安怎才好咧？若要摒扫去惊去动着胎神，光嫂啊，烦死，阁要闹体啊！伊够胆阁无后生，伊实在是想要爱即个后生啊，绝对袂使阁互伊闹体。啊！若毋扫，又阁惊局池孙祖要来罚金，甚至拘留。当咧进无步、退无路的时阵，听着周福生咧讲，我看即个局池孙祖也毋是野蛮的日本人啊。可能吼，将你的理由讲互伊听，就讲光嫂啊，即摆已经顺过啊，规气等生产了才来摒扫，伊凡事了解才对啦。啊，这是要安怎讲啊？就是话袂通，毋则安尼，哪会通早就甲讲啊？剃头光咧就又阁怨叹起来。我无偌久以前，才去派出所办即个国籍的代志。有一个叫做苦金的网家人伫咧做通译。我知影伊日本话真会通，还阁带无远。也是我带伊来为你解释，你想安怎？就好生爱咧甲讲，就拜托你啊，福哥，你千万1点钟以后就爱带伊来啊，剃头光啊，
安尼讲，周福生答应了就去，伊四过门，东问西问，这个东问西问的外说的话，真正东问，伊可能迄个现主是因即大只是咧网架嘛，所以反正就是。我无确定戏剧内底，我无注意到戏剧内底伊即个安怎去表现。总是好啦，反正就是四过门，找到要7点钟才找到苦金因兜，也好佳在苦金拄好伫厝里，周福生就还甲伊讲头尾，苦金原底也是一个真爽快的人，一个听完就随去换一套白的西米露，含周福生来到剃头工因兜，拄好局地顺做又搁举伊支木棍。同时间到，一个看到剃头工的厝完全无变扫，就规个使性地木棍举着要按剃头工的骹床甲拱落去。总算讲去互苦金上过去甲拿咧，炸掉。苦金就喊局地顺做讲去台神的代志，讲台湾风俗一时改袂过来，望伊会当良心，答应光嫂若一旦清散了，厝就一定会变扫。台神台也有神哦，神敢是伫神社内底，是怎样连桌啊、椅啊、箱啊、壁啊，四界拢有神啊？局地顺做就用日语含即个苦金联盟，正是安尼啦。顺做代志，苦金也用日语真肯定咧甲讲，真正是袂当理解呢。恁这的本岛人，局地就头哪海哪咧讲，伊总算答应剃头工的要求。但是定伊光嫂若囡仔生完了，就一定爱变扫。若就无，就要甲伊高留100工。即个剃头工呢，感谢就袂赴，当然也规厝就答应啦。即道代志了后，剃头工就留伫咧后头，含外道理的讲一寡啥。周福生就含苦金以及局地顺做伙行出去条巷啊。行出巷仔口了后，周福生就家己一个人行去伊的木器店内底。苦金也拄想要转去，但是局地顺做看到木器店的牌面，又搁看到店里陈列一寡桌啊、椅啊、柜啊等等的木器，就甲苦金救咧，做伙含周福生，就甲苦金救咧，做伙含，就甲周福金救咧，对周福生去到伊的店里，局地顺做甲每一件家具详细甲伊诊过，伊搁逐件摸透透。就逐件摸透透，哪点头哪学落，对周福生非常敬佩，就用日本话甲伊讲：手啥嘛？你的手艺是真正又搁水呢。伊迄个，我就讲迄个，伊当然是用日语讲，毋过迄个日语伊东方白字写的时阵，就搁甲伊迄个啥，用日语迄种写法，因为日本人伊会用衫嘛当做敬称嘛，敬称伫日本的衫嘛，伊是甲伊写做迄个啥羊毛的羊嘛，毋过羊毛羊当然日语的写法和台文的写法无相款，中文汉字的写法佫无共，所以伊遐就甲伊用即个周羊。我就讲你逐日拢要甲读做华语中文，这样来敢对啊？所以我就讲嘛，若准讲你愈来愈习惯中文华语，安尼长期要单语一种语言尔。你若是学本土语的，你一定是会德语的嘛。所以即句内底，当然以前我读中文咯，周样，你的手艺真的既精又美呢。靠，这句中语读出来，因中国人听我才输哩，所以应该是因迄个周福生日语可能是手吧，我毋知影，所以就甲伊叫手什么啊？哦，迄个手艺真正是又搁幼路又搁水。周福生听无，苦金就主动甲伊翻译。周福生听完就微微啊笑，点头向局地顺做来，清静然后就改一种袂输哪伫咧讲业务的严肃口气对周福生讲啊，秀什么？有一间公司吼，要向你参详一下。现主时台湾医山已经开始咧起造台湾新社，四季咧找目睭师啦。你的手艺敢若遮尔好，拄啊是官厅要需要，想要请你去到医山帮助起造台湾新社，毋知你意下如何啊？苦金就甲日本话翻译到周福生听，
周福生煞小可三无长，就问柯金讲：台湾亲戚是要拜什么神啊？上帝君、神凤爷、祖师公，还是青山龙啊？毋是拜咱的台湾神啦，是要拜因的日本神，北别川江灵谷青龙的神。柯金就详细甲伊解说，家己的面也无得觉就红起来。伊若是神啊，伊只不过是一个人尔。周福生真固执咧讲，人活的时阵是人啦，啊人死了就变做神啦。福哥啊，这你莫问伤，这你问伤说，这伊是要用，到底是要用福州话表示，还是用台语表示？我真正看无。伊写的汉字读做中文啥？正理卖问上多哦，这你莫问伤多啦。大人一只，伊咧问讲你要去圆山啊做，也无爱做，你讲一声。高金安尼甲讲，若拜咱台湾神，我就紧紧就来去。啊，若要拜因的日本仔神，我也毋是日本国民，我则无爱去咧。就好像安尼咧讲。秀什么讲伊店里真无闲啦，袂当分身去参加台湾新社的起造，实在是非常抱歉。你可紧就照家己的意思，用日本话甲各地顺做来咧讲，是用日本官批来起造的，工钱真多哦，比普通的工钱加3倍，会当比伊伫店里趁的搁较多。你搁甲我向秀什么来讲啦？各地顺做就搁命令柯金来讲，柯金甲话翻了，周福生犹原开头拒绝，最后各地顺做也无伊法，就好咧啊，好咧啊，吐几口气，门口行去，才行到门骹口尔，又搁细心叮咛周福生讲，秀什么？你店里的代志若做完，你就随时来派出所甲我通知一声。台湾新社要起造咧几啊年，随时拢欢迎你来参加起造的代志。柯金就足照咧，甲这个话翻译给周福生听。周福生就搁照拄则讲的，好咧啊，甲伊拒绝。各地顺做则含柯金行出去。因走了后，食甜则按房间里行出来。拄则周福生下面咧讲的话，伊咧房间底也拢有听到，所以也要问周福生任何话，伊就直接直拄直甲讲啦。敬酒毋食食罚酒啊！看警察将来要用啥，甲你绑去圆山做工，真惨！对，因某伫房间内底会听到。吼，伊用啥甲我绑去圆山顶，我也无爱替因做工啊！周福生真坚持咧讲，台湾新社头尾起3年，伫即3年当中，周福生也从来毋捌去甲圆山一步。啊，若去为日本人钉一支钉啊，也是记一块插头，迄就搁较免讲啦，完全自头到尾拢记绝就对了。因为周福生是用或者啥清帝国侨民的身份，继续留伫咧已经成做日本领土的台湾啦。所以，周福生因即家口有3个人，就是周福生是算外国人，就毋是日本人。啊，正甜因为伫台湾出世的，就互日本国当做日本人，因后生周大生搁较免讲，所以对日本人来讲就是1895年甲台湾摕到手，互伫福摩萨伫台湾遮的台湾人2年的时间，尤其若准讲是按清帝国来到台湾遮的，就是互你2年的时间决定你的身份。所以伊讲因即个口有3个人，就是敢若周福生爱摕护照。摕清帝国护照过日子安尼。好，第9节，我看时间应该以即个第5章是第9兄弟，总共9节。第9节读的，我毋知啦，可能差不多吧。离龙山寺2段路有一条街，或做新起街。伫即条街2边拢是日本人经营的木器家具行。这日本人也毋是家己伫咧做家具。是向在地的台湾木厂讲介绍，叫因请因做好了，才搬去新起街的店面来卖。因为周福生的手艺高明，早就几落日本人听到名声，就来甲伊订做。这日本生意人也真讲信用，讲一算一咯。
真讲信用，这个词可能照聘照行当然是一个啦。反正就是到目前为止，大部分的日本人，90%以上日本人，原来嘛是真讲信用就对了。只是只说一算一。当然，因即马因中国有一个什么说一是一什么会，简单讲就是照聘照行。但是其中煞有一个叫做高级的生理人，这个人唔拿吹毛求疵，这个可能就是台语讲的啦，嫌货才是买嫌货才是买货人吼。我已经变成是综合的迄个木龟尔。高日几落个日前也已经互周福生半数50块的定金。剩了50块，等另日叫区里来搬的时阵才纳钱。高日伫咧看完已经做好的五卡龟仔了后，就搁举镜头举起来，用1/3的日语、1/3的台语、1/3的手语，对周福生比手画刀讲：“你这叉龟仔做得无好，擦得伤乌。”周福生对家己的手艺上有自信啊！伊透死人。上气人讲伊的木器做无好，伊的货面一向拢是无咧讲价笑的，所以伊搁加气恼人咧甲伊讲价笑，应该是要醉啦。当然，买的人当然是希望价效愈悬愈好嘛，买的人当然是希望价效愈低愈好嘛，所以这应该是咧讲，伊搁较无爱人划价划价。现主是听到高一个话，伊就知影伊搁咧要挑工，要嫌东嫌西啊。伊的意思毋是伫咧遮，伊只是要抬价尔，所以伊就点无讲话。一个看到周福生拢无应，高一就搁煞咧讲，安尼好啦，本正讲是100块啦，我即马互你90块，你也免搁订餐，你看安怎？我的木器心内就拢无第二个介绍的啊。周福生真坚定。伫咧讲斩钉截铁，斩钉截铁。我迄个啥私立法无法度迄种的，就是只好用现的哦。因为我会去现迄个啥邱立峰教授的迄个体制中代志书典啊呢，所以用现的就是较麻烦啦。就是变成讲，有斩钉截铁，我现着。真坚定，真当然照字头就是斩钉截铁，真坚定，真果断，就发生就直接拖白直接讲，不字价，但是不字价敢有其他的讲法？真正台语就是死猪价。嘛是会使，因一般死猪仔价有淡薄仔就是价效无遐悬，有啦，当然有一个讲法你讲无毋对，可要讲诶，因迄个叫做啥？准年吧，准年迄个叫做伊咧邀请委员，邀请一寡专家学者去出席一寡会议诶时阵，拢是2000块。因为尾仔就讲，即个死猪仔价2000块已经。几年无咧起啊，应该爱起一个。听讲即摆是敢变2500，所以迄个时阵是讲死猪仔价，就是无咧调整诶就对啊。所以，伊迄个不二价，我正见到张龙教授是讲，或者啥，甲死价。当然死猪仔价，我感觉嘛是会使来用。张龙教授一个甲死价，就是固定诶就对啊啦。迄个日本人其实因嘛拢大部分拢有即种想法看法，所以感谢艾卡所讲的即个死猪仔价，也是张龙教授讲的即个甲死价安尼。即摆伊就要介绍迄个高日，所以即个高日我无确定伊的日语到底是要读啥字，我毋知。伊汉字就是高高在上的日子安尼，还是高高在上的日本人我毋知影。不二价，但是你插得伤乌啊，佮讲不二价，
加减就减一寡啦。我讲不二价就是不二价，周福生就中福讲，加5块，互你95块安怎？1仙银也袂使减，买就摕去，无就留落来，我定金摕你。周福生甲讲，高日看到周福生喙遮尔硬，知影伊真正是1仙银也袂要减，又搁感觉无面子，真无欢喜。对，即个信人我一直抓无，咱台语会使安怎翻译？当然，中文华语是讲信人，当然这个信人就是有淡薄仔无欢喜的概念啊。啊，毋过即字伫台语内叫做啥？听行的行嘛。在心内哦。不住在心内，要毋过伊规个面都热落来啊！我毋知影。啊，你着即个，你搁讲一解。欢饼饼，敢若无够欢迄个程度呢。气噗噗会使，要毋过气噗噗，我感觉情绪可能小可强烈，可能无够气噗噗、气喘喘迄个程度啦。有可能，就是因为伊要共抬介绍，人无会去抬嘛，啊无会抬，伊就感觉真无面子安尼。恁爸讲一包你紧的15000呢，无爱甲我减安尼。可能嘛会使，所以艺小甲，反正就感觉无面子就对啦吼。啊，一个就啥，又觉得失了面子，十分扫兴。哦，啊，然后反正就讲啊，然后伊的中文讲。知道他真的一个钱也不捡，又觉得失了面子，十分扫兴，便悻悻地说：“我跟你讲中文写得真好安尼，我这个外国人根本读无安尼。好啦，你敢若无要减价啥这个茶几你拢定价插一届，较乌一点我就卖哦。3天以后要来搬货，哥你行出木器店了后，周福生就真愤慨，气愤填膺，这个气愤填膺。我想就是愤慨啦，啊，当然气喘喘，还是气喘喘气甲抓袂牢，可能嘛会使吼。真正是气甲抓袂牢，伊后壁讲啊，涂骹的布头披下，就按迄个5骹叉规啊，噗骨就落去，吼。等正甜按后厅的厨房走来，5骹叉规啊已经破糊糊，压到规涂骹。等待正甜想要问一个清楚。才敢若听到周福生，啥猛虎豹熊，真正是气喘喘，气甲抓袂牢吼，气甲这可能啊，气甲心公会倒，因为较想要当初啊，可能以我来讲，可能嘛会就是去到高地，可能毋知家己想去吼，做一寡代志就是杀无涨啊。本正即5骹规啊，应该嘛做甲好势好势，敢若因为人要甲伊追介绍，伊无爱互伊追，啊无爱互伊追。人叫伊定插一届，伊卖，啊卖就了，卖就到地，怎变成讲一口气挤伫心肝底，无地透就啥布头压咧5骹规啊，拢啊噗噗落去。我咧怀疑伊写五子木贵，迄是毋是讲五斗贵迄个概念嘛？若总讲是五斗贵，根本毋是5骹啊，是1骹。只是迄骹打，啊，毋过伊即马改写五子木贵，我感觉这我毋知影，这可能啦。伊迄个龙刀山即个戏出，我无确定。伫戏出内底，伊敢有表现着即幕，我袂记咧啦。当然，若看到的人，可能会使佫确认一下。反正就是听到周福生猛虎豹熊，就是气喘喘伫咧喊讲，啊，佫来就是啥？伊即句话就是伊咧讲的话，啊，伊咧讲的话，像可能是用福州话伫咧讲啦，啊，用福州话咧讲，用汉字改写出来，用华语读出来变成啥呢啦？以奈爸爸强，爸爸以都强，不做呀，不做呀，后不复跟几种日本仔做生意呀，靠，反正就是，若要用台语，我所理解就是。使名较好就袂瘾做啊，就抓以后袂瘾佮日本人，即种日本人做生意安尼，就是安尼啊。所以变成讲，伊即个动作就是收定金50块，啊，另日啊3天以后吧，伊讲3天以后要来摕这物件，啊，
才搁付50块。啊，结果伊即摆煞甲伊的手艺讲歹，变成讲后壁50块摕袂着。人要来摕的时阵，无物件互交人，可能50块还搁套现人，所以变成是双重损失。啊，所以其实有当阵啊，我著讲嘛，顶世纪的咱，我咧又咧猜想，可能现主持听到的，拢是顶世纪出世的人。啊，顶世纪出世的人，就是家己淡仔去。袂得到好的结果啊，应该爱照即摆或者啥，因中国人讲的，控以后的2000年以后出世的人吼，我哋就是安尼生啊，未来唔刣啊，所以当然这是100几年前嘛，100几年前即个周福生的态度，现主是咱应该学着2000年以后出世的这人的做法，那怎么拄到这个情形，就表面上甲伊嘻嘻哈哈啊，反正。你讲停插一届哦，我也无甲你应啊。啊，3工以后，你搁来，伊讲啊，你哪会无插？有啊，我插过啊，也是要食拖白，要来唔刣啊。我的手艺就是安尼啊。对我来讲，这就是一个上完美、上完满的一个结果啊。你也要插，你家转去插啊，反正50块摕来，这5下几啊摕转去啊。啊，若无，做你莫来啊。因为坦白讲，对现代社会来讲，就是。50块的定金，就是保证我的材料袂了去，对个可能只是料钱尔，甚至佫毋是完全的料钱嘛。啊，后壁50块是有我的工钱，啊，可能佫我的利润，甚至可能佫1成的料钱嘛。可比讲的，100块是6成料钱，4成是伊的利润甲伊的工钱。啊，即摆即个周福生可能就是想过要安怎讲？顶世纪迄种，因中文翻译讲啥？玉石俱焚了。这日本人翻译你也知影，伊就是削皮链嘛，对不？伊讲话，这人不但爱吹毛求疵，更爱贪小便宜。到现主是无不了侪人是爱来去食啊。反正我爱嫌罔嫌啊，若会使减我就减嘛，上好啊。啊，若袂使减，我就偏啊罔咧。本钱一开始就讲100块，要委托你做这个代志啊嘛。我一开始就是100块要。互你做这个代志，摕到这个物件嘛，啊有咧减1块会爽啊，减2块会爽啊，啊若减无偏啊罔咧钱，互你物件摕走啊 ，OK 啊，银货两讫啊，哪有啥问题？毋过有一寡人就真简单，真容易去互人砍去啦，所以我感觉这是咱应该去学，至少我应该学习的啦，吼，莫遮尔简单就去互人去安尼。3工以后，高日个人又过来木器店，讲要搬木柜，后面就对一个区里。拖一家李亚角，高对啊，伊敢若一家李亚角啊，所以你哪有可能载5卡？除非5卡细卡尔，我唔知影。高你来到店里，无看到伊卡，无看到迄个五子木，我真正怀疑迄是五斗柜，毋是5个木柜，按个改写做五子木柜，你感觉？吼，无看到迄5卡柜啊，拄想要问周福生木柜囥伫咧倒。周福生就已经甲腰大冰咧，算50块行哦，高日就顺那对讲，生意无要做啊。啊，但是你木柜伫倒啊，你买别人啊晓，高日咧甲问，我啥物人啊无买，若毋是正甜，你带去后壁后尾巷啊看啦。高日个人就缀正甜去到后尾巷啊口看，转来时就气噗噗对周福生讲，啊你来啥呢啦？我要去法院甲你告，我告你生意做诈欺，无讲信用要叫你赔，你去告好啊。周福生就真镇定来讲，好，我讲要去法院甲你告，就是要去法院甲你告。高日就气噗噗地咧讲，啊，你伫咧玩的时阵，门口口搭就围一大堆要看楼地的人。等到高日气喘喘行出店门的时阵，毛道理啊含剃头光含黄斑就下入来。伊日本人咧，你若敢介讲啦，你若敢介讲，毛道理啊就头先就讲，我看到日本人是啥物人？伊日本皇帝我也无咧惊啦，是伊无理，毋是我无理啊。周福生愈讲愈生气，所以这有当中咱就是有个人挑工是要甲你人的啦，吼。顶世纪咱毋知影顺拄煞，现主时咱就爱知，有人是挑工要甲你人的啦。但是你甲想看嘛咧，警察是因日本人，法官也是因日本人，日本人拢是为因日本人啊。伊若告你要哪样啊？你绝对输的啦。剃头光就接煞来讲。听着了，周福生的气势啊，像我收咧，
毋敢阁大声。看你若告诉吼，早起做成立，看伊要甲你来去人仔内关也安怎？万诶来甲讲，迄哪有啥？上惊是甲你关了后，阁甲你吸毒出境，甲你赶出去，因为伊即摆是摕护照诶吼。上惊是伊甲你关了后，阁甲你赶出去，赶转去福州。迄时阵放某放囝伫台湾，看你要安怎？无道理，着听查天会道，对，加油加油添火。当然，中文有添油加醋啊，是啥？伊是写加油添火啊，个有是啥？添油加醋。啊，我想到是听查天会道，我讲真，有当阵吼，这嘛是一般诶人好心啦，毋过有当阵啊，即个动作是一个做歹代诶啦。吼，徛咧边仔一个听，徛咧边仔食甜一个听，目屎就一粒一粒流啦。早就叫你改日本籍，你毋改，偏偏死仔耳喙飞，无爱做日本人，甘愿做清国人。你看啥人较对？哇，道理啊！伊阁讲，哈，你这拢假讲诶啦。周福生讲啊，换一个口气讲，伊只是讲讲诶尔，无一定会真正去，无一定真正变去法院甲我告啦。啊，若真正去法院甲我告，我才来去法院甲伊理论啊。啊，若万一去互人赶转去福州，也着惊，迄哪有啥物法度？食你一听了，佫哭甲毋知人啦，甲周大生揽诶，坐伫咧壁角诶茶艺口，因为周大生是后生嘛吼，啊食甜哦，坐咧壁角诶茶艺口，尾啊一个日，周福生一家口吼，拢抱着一种即啥侥幸的心理哦，抱着侥幸的心理，这个侥幸要安怎讲？伊真正毋知要安怎啊，所以可能啥过一工算一工吧。就周福生规家口啊，就用迄种过一工算一工的心理，拢毋望高日袂去法院甲告。哪会知一个日以后，法院的通知竟然来啊！通知周福生3礼拜后上台北法院去询问。无偌久，龙山市附近的人也拢知影即条代志啊，就谣传讲周福生要用赶转去福州啊。当时你平常时啊，性地歹啊，对人无讲介好。对家己人、对福州人还阁无要紧，偏偏那是对日本人，你也共款。看你以后要放某放囝，放2个母仔囝伫台湾要安怎？正甜就点点啊，对周福生来讲，目眶又阁红起来。周福生无话通去用，一世人也毋捌参像安尼，甲规个良势好威。因为周福生伫因的福州人内底嘛，算讲安怎讲，互当做一个有名望。甚至是会当做公亲的人，啊，所以讲话真有气势，啊，真啊煞变成啥，鸡嘴变鸭嘴了。所以伊讲啥，把全个龙势虎威都丧失殆尽，真正就是鸡嘴变鸭嘴啊！我看你即马哦，紧去日本籍啦，无道理啊，来囥周福生讲，啊无效啦，即马去日本籍也袂赴啊啦。周福生定讲，啊无你要安怎？无道理啊，佮干嘛？那有安怎？只好。死尾当作活马医啦，伊是讲啦，伊是讲只有死虎做活虎打，所以我是毋知影，毋过伊即个根本是福州话讲法啦，死虎当作活虎打，毋过我是感觉应该是死尾当作活马医啊，叫你去做新车，你也无爱去，才会到即个地步，真正是叫天天袂应，叫地地袂应。我哪会遮尔歹命啊？正你讲咧，又搁四男水，哭甲目屎四男水。出庭迄一天，正甜特别为着周福生做一领白虎条的台湾衫含台湾裤，搁买一双白皮鞋互伊穿，一顶白麦感冒，这是啥物无我毋知，我就是白帽互伊戴。这个清查，平常时啊，周福生是绝对无要穿的。但是，敢若要上法庭，为着要互法官一个好印象，也只好勉强穿啦。正天因为白骹，又搁因为周大生伫咧身躯边，无方便
无方便陪周福生上法庭，就只好由伊家己去啊。即一天，正甜就规日伫咧厝里等，战战兢兢，战战兢兢，怎么样讲？惊甲无头绪，还是规工踏踏错，真谨慎，还是惊吓？反正正甜就规工伫咧厝里等规工。总算讲看到周福生回来，一个看到伊回来，厝边隔壁的朋友拢围过来。你是过赢啊，过输啊？毋捌就首先伫咧甲关心，即摆也毋知咧啦。过日啊，才会发通知互我。周福生伫咧回答。安尼讲起来是绝对过输的啦。你若无做，伊法官当场就宣判你无罪啊，哪有等甲发通知互你的道理啊？无道理啊！这个啥？幸灾乐祸。幸灾乐祸会安怎讲？徛关山看马相趁，还是啥？因为即摆是现主是伫咧甲讲啊，所以即当然有当仔就是一寡人拢爱喙笑就对啊，踮安尼讲东讲西安尼，幸灾乐祸，这绝对暗爽在心内哦。对啊，就是别人的痛苦，就是我的快乐，暗爽在心内。是会使有一寡歪，也毋过伊即现主是来甲讲啊，只是伊的态度是幸灾乐祸的态度，吼，迄个幸灾乐祸的态度讲，啊，你讲起来绝对是告诉啊，你若无做，伊法官当场就宣判你无罪，哪有等甲发通知互你的道理啊？所以可能即个幸灾乐祸，咱可能会使搁另外想看觅。我感觉用暗爽的态度咧讲是会使，啊，只是敢会使有搁较接近幸灾乐祸即种中文的讲法，吼。暗爽在心，咱先保留起来用，吼，先讲哦，无道理啊，就暗爽在心内，你安尼甲讲，吼，讲安尼讲起来，你绝对是告诉的，你若无做，伊法官就当场宣判你无罪啊，哪有等到发通知互你的道理啦，吼，啊，即个暗爽在心啊，咱搁另外看觅有搁啥物搁较好的讲法啊，吼，周福生敢若了一个无道理啊，也无去插伊，表情也真定定啦。剃头刚刚就问伊讲，啊，你伫咧反伊讲啥？你伫咧反伊讲啥？哪有讲啥？反正我就知影拢讲啊，啊，迄个通译就替我翻译啊。啊，迄个告你的日本人咧，伊讲啥？毋捌就甲问，伊直接甲法官讲日本话，就福生讲，啊，伊讲的你听有无？毋捌就煞落去问，伊讲日本话，我是知影1箍蚵仔番钱呢，就毋捌啊。伊遮真正写啥？我只饮一颗玉子番薯，啊，这就是咱台湾话讲的啊。伊讲日本话，我是知影1箍蚵仔番钱呢，就福生真看袂起安尼甲回答安尼。我毋知迄个三你有听到啥物戏啦？吼 ，OK， 你看，我著讲你会输，你就是会输啦。人咧甲法官用日本话报秘密，要甲你掠去台。要甲你掠去台，你就拢也毋使咧，无道理讲到有骹有手，绘声绘影。我是一个想就是有骹有手，毋过绘声绘影即个词，佫有啥物讲法？所以我就讲嘛，这是台湾人的悲哀啦。明明东方白，讲啊有一只，就是讲甲有一支病通牙，还是讲甲有骹有只，还是讲甲有影有只，反正即种讲法足多啦。啊，所以我就讲。这是台湾人的悲哀啦！明明是咧讲台湾人的故事，日本时代你会使用日语、日文讲，或者是用台语讲，也毋过伊煞用中文，啊，然后伊的对话就是可能照可用福州人的福州话，或者是台语人的台语话。啊，用看一个囝生一个囝咧。看一个囝生一个，看一个囝生一个囝，这我那嘛是会使。啊，反正就是讲，伊中文讲绘声绘影地说。即4字敢若真文雅，敢若真有学问，也毋过伫即个情境之下，吼，伊讲你看，我甲你讲，你会输就是会输啦。人咧甲法官用日本话通秘密，要甲你掠去台，你就也毋知咧，伊完全听无嘛。啊，所以即迄个时阵，照你讲，伫咧现场，凡是理论上通译应该也会甲。迄个告伊的人会讲的日本话，讲互即个被告知嘛，啊无即个啥，伊法
院内底，变成两色的权力就无对等啦。啊，所以这我毋知咧，迄个时阵敢有做这个动作，我毋知影。听这个话听完了，正甜本来就四人水啊，一个听着佫大声吼起来。等待上法院只是苦闷、苦闷，也是袂少人感觉讲无代无志，上法院是足衰小的代志，所以上好拢莫去啥。因迄个算命角度有一个讲啥还官符哟，还官符啦。啊，所以这要怎讲？真正着讲会还官符啊，为着无爱还官符，有人就无讲啦，有无讲的招数啦。就是讲吼，敢若会还官符，啊，着跳工来去法院行一逝，你知哦？走去，尤其即摆法院。是一个公开的场所啊，只要你毋是要去遐乱的，啊无人会甲你动啊。啊，就讲啥物去法院内底走便所啦，去便所放一杯尿啦，还是讲有迄即马啥物饮水机，就去甲饮水机停一支啊，停一杯水啦，算讲啥物还官符，即个啥，即个义务，还是即个障碍就对啊。吼，啊就是讲爱去抽血啦。啊有啊，对，讲有关会吼，讲啥物化解，啥物血光之灾啥有诶。啊，抽血等咧买路，你要哪等咧买路啊？但是护士拢袂互人摕，哪有可能互人摕啊？哪有可能互人摕啊？迄足可惜诶，啊拜托伊，但是无定着紧啦。这无可能啊，因为血即个物件，迄足麻烦诶啊，因为迄个啥，伊只是加了一个讲尔，啊，只是讲伊咧抽，你抽要检验诶，啊，拜托伊都加抽一寡互。我毋捌听过有即招咧，有即招哦。无效啦，同款是会出车祸，拄着就是会拄着，无法度啦。是啊，所以本正就是当然信的人是信啦吼，啊无信的人是袂去插啦。啊，反正我是感觉上面就是心存善念嘛，啊然后该你做的，你若做会到，尽量就去做安尼嘛。啊，你讲要去避免即条代志，有当中啊，该来互你袂动一啦。啊，所以好了，不管反正就是人去甲伊告，啊，然后伊有即个动作啥有诶无诶？即节差不多应该阁一两页吼，应该继续读落去啦吼。等待上法院是好啦，可能会使用无大话啦。伊讲只是苦闷吼啊。啊，若等待宣判通知，就是袂输那火鼎会高遐，伊讲啥焦急如焚啦。所以我想着是人讲啦，火鼎顶悬的高遐嘛，当然即马啥，什么热锅上的蚂蚁嘛，因为未知上恐怖，你毋知会发生什么代志。啊，当然迄嘛牵涉着讲，咱每一人迄个人生观吧，不管吼，反正就是讲，进前上法院嘛，要等上法院嘛。啊，即嘛是要等宣判，卡那的文字，古字还阁看有啦，啊，毋过连起来就看无啊。伊就走去找苦金，苦金一个看着对咪啊笑讲，法官认定讲你有道理，原告驳回，代志已经过啊，你会使安心啊去困啊。听周福生拍扑啊跳起来，你看，听得周福生拍手直跳起来，哦，就是已经无代志啊嘛，这。当然，这是一审啦啊！这种民事的纠纷，日本时代应该嘛是至少2审、3审吧。因为这种法院的审判的制度，当然尤其在过去拢是官老爷讲啦，讲你死你就死，讲你活你就活，甚至佫甲你警告，死罪可免，活罪难得，就甲你充公，甲你安怎。所以因迄种。官老爷是行政、立法、司法三法一体、三体一位的制度是无够好的，去欺负一般还个别人，你就无法啦。啊，毋过至少即种西方的社会，即种西方的制度是相对较合理的。啊，即种相对较合理的，1624年荷兰人来就是即种制度啊。伫荷兰人，伫迄个宜兰家城内。伫咱遮城日志内底就看会到啊，因为法官审判
有行政官迄个什么叫做啥可不用改词个什么，就是遐个 VOC 请的地方总督，个有做牧师伫安大人心的，所以伫因的迄个伫咱遮城日志内底讲到，因的 VOC 是17人的董事会组成的公司，为着要趁钱，当然有行政人员，甚至有法务人员，个有执行官伫做遐代志嘛。所以其实1624年开始，福尔摩沙遮就学着即种叫做三种权利是互相去发挥伊的功能的嘛。毋过，荷兰人互郑成功赶走了，一直到1895年，佫转去迄种相对原始野蛮，看啥个拳头母较大粒，就讲话较大声赢面的迄种代志是无合理的嘛。即马日本人来啊，就是法官判案由伊的理路伫咧嘛，我就讲嘛，法官判案照理讲就照两个原则啊，伦理法则和经验法则嘛，所以无人告法官无代志，有人告。寄批互伊讲，法官认为你讲了有道理，原告迄个告一个日本人会迄个啥提起的告诉驳回，代志过去啊，只是后壁会阁提起上诉无，我真看袂着，也毋知影。所以就讲，你会使安静仔去困啊。就我阵听甲欢喜甲拍扑啊，通知摕咧就转去冲进去厝，要去甲食店讲即条代志。一到厝里，规间厝客满厝边隔壁的人。伊也拢一定听到周福生收到法院的宣判书，拢要急来探消息。无道理啊，剃头光啊，黄万也拢总来。周福生无等待大家问话，就甲宣判书压咧头壳顶，用足大声的如雷的大声哦，真啊，反正足欢喜就对啊，伊无做啊，无代志嘛吼，告袂赢呢就甲宣判书压咧头壳顶，用足大声的声说无做无做。啥人讲日本人拢是歹人？这啦，一鼓三班也有一尾金鱼，一壶三班也有一尾金鱼。这可能是因澳洲人的讲话，我唔知影。所以读做台语上，一鼓三班也有一尾金鱼啊。然后我头就对因某按裤带，应该裤底啊啦，伊迄个是穿迄种长衫，就是有一个裤带下咧嘛。裤带下咧，就一寡钱袋啊，啥，就讲啦，从腰里掏出20块钱就按裤袋啊、裤带落袋啊，认20块，对伊讲，食甜，这20块你摕去甲我办一块大地道，要鱼、要肉、要鸡、要鸭，才阁去叫人甲我扛3打红酒来。红酒，这红酒是啥物红酒啊？绍兴的，还是红露酒？绝对无可能是碗吧？我毋知影，伊写红酒。所以，以2026年的现主席啦，感觉迄个红酒是歪，但毋过迄个时阵1910年代，迄个红酒是啥？红露酒哦，我毋知影。我对迄个时代的即种酒无理解，反正就写红酒，要着大大庆祝一下，互即寡朋友兄弟大食一顿啊粗饱，食甜本正烦恼啊，忧愁变欢喜。喙笑目笑钱接的，真罕你亲像今仔日破天荒哦，破天荒要安怎讲？从来无前例，按周福生摕着20块去买菜，变了时啊，伊真辛苦伫咧换价。周福生摕钱啊，拢真无简单，逐工拢按菜钱欠几仙仔来争做西徛钱。即一工摕着20块，伊就阔阔绰绰地扣下大半钱。阔阔绰绰是安怎讲？真爽势，还是真大主大意，还是真良相？我毋知影。就用剩的一半钱去菜市啊买菜。即天暗时，差不多所有人客拢到位，周福生甲桌顶的菜挂倒砍掀开，敢若看到哩哩啦啦几块鸡肉，无看到也无看到伊，其他的菜是也无澎湃。周福生一个上去，双手伫桌顶拢淹了，变甲规套骹的饭菜，而且大声咧骂讲：西尔较好诶，平常时啊，你欠一寡菜钱做西徛，我无咧插你。遮尔老咧要拜的大日子，你也咧大家欠菜钱，欠甲想无款啊！叫一大堆人来食，是要叫人食啥？
是要叫人食桌顶啊，屎尔咧，欠到无臭无潲，无无臭无潲，你讲欠到伤过无款气，叫啥？欠到无一个款。当然，即种手残手卖话是每件的开口，甲迄个心肝底想法无相款啊，总是我毋知影。有兴趣可能爱等去看迄个戏出，伊内底到底有播了节目啊？我毋知影。一时之间，大家拢围起来伫咧囥解，叫周福新莫阁生气啊！啊，若食甜，伊阁真委屈，跍伫咧倒角伫咧哭。你看断断续续的抽搿，这真正是，你要安怎讲？反正是一个情绪嘛吼。一个情绪，反正哪哭啦吼，讲你若无介意，你就做你甲我拍，那就伫正人的面头前演到糟蹋人，变到糟蹋人啊！甲你拍，周福生真看袂起咧讲，用拳头母啊，用砖头啊挤家己。我大丈夫拍你一个某，我大丈夫拍你一个白卡查某，萧景，这什么意思吧？我大丈夫男子汉，打你一个绑脚查某人，萧景。所以这就是迄个啥？好男不与女斗。这是一种讲法，因为较像影，周福生完全无去吸着因某，完全无去吸着因某。因某煞甲讲，你若无介意做你甲我拍，那就咧正人的面头前变到糟蹋人。因为咧讲啊，屎尔较好咧，平常时啊你欠菜钱做你的西客，我无咧甲你管。即摆遮咱老咧要大拜拜的日子，你煞咧甲我欠菜钱，欠到无一个款。叫一大堆人来食是要食啥？是要叫人食倒呢？屎尔较好。像这种的，我就想来拍落呢。啥要拍啥？我虽然是查某的，这种查某囡仔讲这落话，我会就想要做真正的拍落呢。啥要拍啥？吹伤笑啊！无，我即摆问你是啥要拍啥啦？我是讲我路人甲啦。嘿。这个因是啊，因翁讲无你啊，我拍。嘿嘿嘿。边啊，我真正会摸落哦。嘿嘿嘿。啊，所以一直到目前为止啊，我无看到周福生咧拍因某，完全无哦。这部因为这个算第二部剧，得。周福生足君主的吼。是，就讲人是有家教的，伊就敢若气家己尔，对无？补头举咧，甲迄个鬼啊，甲剁甲喙糊糊。啊，伊摕20块互因某去传车草，因为真欢喜嘛。迄个法官判伊无罪嘛，啊，要甲大家算讲分享伊的欢喜的即条代志嘛。啊，结果因某煞竟然20块摕咧，怎啊投10块起来？怎啊投10块起来？啊，结果伊就讲啊，伊嘛讲啊，爱有鱼有肉有鸡有鸭，就是讲鸡鱼鸡鸭拢爱有。结果哇，即摆一个显开煞，敢若几顶鸡肉尔，也无看到鸭，也无看到鱼。啊，鸡肉有，其他可能猪肉几两啊尔。伊本正是讲厝边隔壁拢叫我来食一顿粗饱，食一顿粗饱，伊嘛有欢呼啊哦，对无？讲无罪，啥人讲伊日本人拢歹人，食甜即20块你摕去，甲我办一顶大块倒，要爱鱼，要爱肉，要爱鸡，要爱肉，佮叫客人甲我灌3担的红酒啦，我要大大庆祝，互遮亲戚朋友厝边隔壁食一顿粗饱，已经欢呼啊，佮摕20块，啊，结果食甜毋知啥物原因，可能真正，坦白讲啦，富人人迄个时阵，莫讲迄个时阵，真个时阵，你若无家己的经济独立的能力，看到钱就是先着钱，还是收着钱就先投一寡起来做我的利润啊，剩下我才摕来办物件嘛。也毋过可能是毋是即个食甜无理解着因翁20块摕来煞投一半，所以气到高地，冰伊冰倒，也毋过还是无吸着因某，啊，因某会感觉要拍你拍。你哪就安尼糟蹋人？当然，一个讲法就是讲，机体暴力对即摆即个食甜来讲，是感觉机体暴力会使忍受，啊，你安尼甲我糟蹋，我袂忍受的。啊，所以有当阵啊，即种，以目前来讲，就是啥，言语的暴力，甲机体暴力，当然暴力拢不应该，嘛不应当，嘛应该无好，也毋过。咱若用显微镜去看，显微镜去看，若真正要拄着
一种暴力。你较会堪要忍受的是肢体暴力，还是较会堪要忍受的是言语的暴力？我毋知影，每一个迄个啥准则、站则，还是材料无相款嘛。啊，所以是讲你若无介意做，你甲我拍，那就咧正人的面头前冰刀糟蹋人啦。啊，就好心就讲，甲你拍，当然有可能就是讲，你看砖头记家己。我男子汉大丈夫拍你一个白卡查某人，所以有可能就是伊讲一个少年，就是讲嘛，台语有一句话讲啥？惊某大丈夫拍无嘛，所以有可能就好心伫遮是咧讲，我哪有可能甲你拍啦？迄啥？迄是猪狗牛才咧拍某，我是一个大丈夫，我哪有可能拍某？所以我无确定，东方白先生。伊头壳内的遐话句是啥？所以真歹势，就是我搁再一次说明，就是真正是台湾人的悲哀啦。明明是台湾人的故事，你袂着用你上在野受教育迄种日语、日本教育用日本写啊翻译做台文，无你就直接写台文，结果伊煞爱用中文写，写出来是安尼：我大丈夫男子汉打你一个绑脚查某人，小人。啊，即个语境甲台语咧讲诶，惊某大丈夫拍某猪狗牛。当然你会使讲迄是一模一样诶，抑毋过迄是我真伫看到这个字，我想会到诶。讲伊就讲啊，你看加尼达，伊下一字就是加尼达，加减减的加。啊，伊要讲是讲甲你拍，就好心真，你看鄙夷啦，真看袂起，也是真无得理解，无得接受，讲甲你拍。砖头比家己讲，我男子汉大丈夫拍你一个白卡查某人，少年才安尼做，所以即个周福生是算有修养，性格歹懵歹嘛，去到交地斧头举咧，就家己的作品家扑落去，扑到嘴鼓鼓，迄个故事就袂爽诶。我只是袂甲你追一两箍介绍，你竟然家己扑到嘴鼓鼓，随我讲你有50箍现我，伊就感觉就袂爽诶啊，所以。嫌货才是买货人，伊也知影讲遐个贵啊，100块是算物超所值，要毋过就是小皮脸，想要追一两箍介绍，结果无追到，佮无摕到物件，50块哪咧50块咧，通话碰着就到咧，可能剩98块的价值，要毋过迄贵啊，可能是100几块的价值啊，所以去看伊甲告啊，当然告名人嘛，所以有当初就是讲。伫看这个故事，嘛会使互现代的咱啊，对吧？这是1910年吧，我咧摇，啊，正是2026年，经过百几年啊，咱敢袂使有一个光诶、你诶、咱诶，咱逐个来去龙山寺口食啦，厝里无通啊食，就来去外口食，看是要食鱼、食肉、食鸡、食，做你搞我钱，钱免管。伊20块摕咧，哦，20块互因某，啊，想讲厝里食，其实伫厝里食我。感觉也是安那较自在啦，因为你去外口食有当阵啊，你伫倒，迄个时阵佫也无啥物包厢，讲话咧一间房间内底，大家食欢喜，食好痛，甚至要唱歌也是安那，对无？大声甲发落去无要紧。啊，即摆啥？咱大家来去龙山寺口食，因为我印象中我细汉的时阵，伫龙山寺的迄个啥，进当然是已经去用变做一个啥？什么米林池啊，是什么喷水池嘛，吼。抑毋过龙山寺其实即几落百年来，至少1738年开始吧，就拢足老咧咧。所以1910年的时阵，我那嘛百几年的迄个啥，历史啊，龙山寺现主是迄个空地啊，或者啥西园路、广州路、甲和平西路，迄围起来迄个是不了大地啊，较早就拢有一寡算啥。小食大啥有诶无，所以其实遐是食是不了老的啦，所以才讲，个甲遮诶人少少咧嘛吼，讲会出名就啥物剃头光啊、无道理啊，啊个啥物万诶嘛吼，所以光诶、利诶、来诶、万诶啦，咱逐个来去龙山寺口食呢，所以伊是一个做生意人，啊伊诶木器店生意原来嘛袂歹，当年时阵20块银到底偌大，我毋知影，强在伊就讲嘛。伊对落地啊，啉20块互因某诶意思，表示讲凡是落地啊，上无过30-50块以上也无得确啦。啊，所以
要去龙潭寺口遐食，准讲食的人拢总活去，对无？看是要食鱼、食肉、食鸡、食，做你甲我食，钱免管，吼、这真正就是啥，诚爽势就对啊。所以，歹势，现主是我还未看过，亲目睭看过即种的人啊你啦，敢若捌听到过尔啦。啊，只是有当中啊，即种中文华语讲嘛，真正是豪气干云哦，咁会使你讲。所以，即、个啥，龙德所的第二部德的第5章，地高兄弟到即个第9站，读较煞啦吼。啊，反正有当时呢，我是拍算平常时啊，拜1到拜5是读即个龙德所啦。我感觉龙德所是。你有兴趣应该是去看戏出，是较趣味啦，吼，较趣味啦。啊，听这个小说是另外一种无共款的气味安尼啦，所以大概是安尼。因为时间的关系，吼，即、个拄啊一个段落就读到这啊。感谢台顶的朋友做伙来听，感谢大家朋友啦，我伫遐罔听罔读念，因为今仔日我迄个啥。毋知啥物原因处理法，所以拢无法度查，就只好暂时按下啦吼。再回刚温。